歡迎收睇呢條短片。今日我哋會講解會計要素同會計等式嘅基本概念，呢啲係學會計嘅基礎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我哋開始啦。公司擁有嘅資源叫做資產 assets， 例如現金、銀行存款、物業、機器、存貨等。而公司嘅資源可以係由東主注入，又或者係由東主以外嘅第三方借入。由東主注入嘅 assets 屬於資本 capital， 亦稱為權益 equity， 而向第三方借入嘅 assets 就稱為負債 liabilities。顯然 assets、capital 同 liabilities 嘅關係形成咗一條公式。Assets 等於 capital 加 liabilities， 呢條公式稱為會計等式 Accounting Equation。 我哋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，一方面就係公司嘅資源總額，而另一方面就係公司嘅資源有幾多係由東主注入，亦有幾多係向第三方借入。多謝收睇，請多多支持 ，subscribe 我哋啦！搞掂 BAFS，隨身學，隨心聽。